新闻一开始，赶紧来看这云林虎尾呢，有一间饲料工厂，下晡1点外的时阵，这吊车手骨熊熊登起，这吊篮内面有4个工作人员，却对6米悬的所在摔落来，当场有3个人无喘气、心跳，送病院游园救无回来，也那另外一个是重伤。 意外现场如苍苍物件散归涂骹，出代志的吊车停伫现场，吊手明显歪斜断去。消防人员缉捕了后，赶到现场，驾驶的伤者送医。4名工人在吊篮里面，从那个大约6公尺坠落。4个伤者有3个人当场无生命迹象，抢救了后，3个人救无转来，还有1个人昏迷重伤，伫咧观察救治。意外是伫测试下晡1点外发生的。云林虎尾北溪里一间饲料工厂，当伫进行吊手的高空作业，不过伫咧过程吊手断去，造成吊篮内4个人为6公尺悬的所在摔落地面。我来的时候已经救护车来了2、3台了，因为这几天都有吊车进来，他们后面很多都在干。饲料厂今天来做一个屋顶的维修因为开密封在关系，伊的厝顶还有叫黑泥。虎尾店长是讲，这个工厂是因为开密封态时阵厝顶掀起，厂方请工人公司来维修，无想到发生意外。云林县政府路清处甲治安署中区治安中心嘛到现场了解，确认代志发生的经过。吊篮用在地的一般都是2个啦。 他们要坐上去，然后就是刚好快到的时候要让2个下来，然后2个上去施工的时候就是刚好断掉。这个承载设备，上面载了4个人可能超那个超载造成断裂。那所以的话，看起来是人为的部分喽。对啊。 吊车业者表示，吊车的吊篮结果是敢若载2个人，可能是换班的时阵出意外。治安署中区治安中心表示，吊挂设备无经过强度计算，当时佫超载发生意外，除了要求停工，嘛依照违反治安法，裁罚30万的罚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